若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副总统赖清德，昨昏是替文化部宣传成年礼金，而且伊嘛头一届甲新义网红 VTuber 合作，要争取少年选民的支持。也若昨昏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是第4届去摕到5粒星的市长，昨下晡伊嘛亲身去参加颁奖典礼。 比出即马真流行爱心的手势，配上机特效的功能。副总统赖清德头一届甲虚拟网红 VTuber， 也有立委赖品如同台，宣传成年礼金的政策。18岁到21岁才有请领资格，所以推算起来应该是2001年9月1号到2005年12月31号 A 这个答案。赖清德嘛透过官方的 Instagram。 用游戏 NPC 的方式小解安怎领甲使用。赖清德竞争2024总统大位，最近真积极伫经营 Instagram、人面册甲 YouTube， 希望争取少年选民的支持。因若对手新北市长侯友宜摕到5星市长4连霸，除了参加颁奖典礼，侯友宜致辞的时阵讲到总统大选，伊讲若选掉总统会解决中央的问题。他是要一个平安岁月，能够好好过生活，这是地方的需求。 满足人民的需求，让地方的声音到中央，中央看到我们全力以赴。新北市做得不过的，我会全力以赴，加倍奉还。面对民调后，那也发出后路配，同款有得奖的台中市长罗秀燕是无参加颁奖，不过罗秀燕讲会留伫台中。侯友宜嘛讲出伊的心声，无用参选甲市政压力是真大，不过下晡就关去新德馆做市政交流。一个就是青年人才的培育。 以及创业就业的机会，让人才培育以及创业创新，让青年能够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角色。侯市长对于青年政策做得非常的好，特别是年轻人有前途，因为他有理想、有热情，怎么样让年轻人能够去创业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 侯友宜甲英文科做伙参观清创基地，是真受学生的欢迎。双方就青年政策交换意见，针对高问题讲，社会了处理的问题，爱侯友宜讲互清楚。侯友宜嘛反击，强调讲无反对核电，不过爱好好处理核废料，呼吁中央爱共同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若民众党的大问题。